大家早，今天是10月30号，星期四。美国各大指数经过昨天的这个联储局会议的波动以后呢，今天呢就继续波动。先讲昨天呢就联储局一如所料，把这个基准利率呢减0.25%，但是呢，它这个最主要就是主持在这个之后的讲话，把市场呢就比较有点鹰派的言论呢，就变成市场比较波动。最后呢，道琼斯向下波动呢600点啊，然后收盘的时候呢，收窄这个跌幅了，最后就是跌了74点，跌了0.16%。前一天呢还就做了一个新高，昨天呢就有一点波动。那 S&P 最后呢是平盘啊，没有升跌。然后但是还好呢，NASDAQ 呢最后呢还是涨的，涨131点，涨0.55%，还做了一个收盘新高23958。然后虽然是第5天上涨的 NASDAQ，然后 Russell 2000呢，昨天最后呢是跌了22点，跌了0.87%。最主要呢，虽然联储局后呢就是真的是减利率了，跟市场预定一样了，减0.25，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标准利率的联储局的就是3.75到4%这个区间。但是呢，他这个讲话里边的说呢，9月份跟昨天这个降息呢，只是所谓这个risk management 风险管理的这个方法的这个降息。未来的情况不会如此的了，所以意思说呢，对于他特别说到了，对于12月呢，就联储局里边的官员都有非常不同的观点啦，所以呢，意思说他就说了，12月份的话呢，再进一步的降息呢，并不是必然的。所以现在看得到了，这个利率期货市场反映了下一遍开会就是12月10号，减利率的可能性呢就大幅减小啊，先前还有90%，现在呢已经变成了只有大概76%呢是可以减0.25。所以呢，来到今天呢，开盘2个小时，所以市场呢就继续波动。道琼斯最差的时候呢，跌251点，开盘的时候，然后慢慢就涨上去。最好的时候呢是涨382点，上下波动呢也是有600点。现在呢还是微微的涨一点点。4个指数里边呢，科技股呢还是在这个负的，还是跌了大概0.8、0.9%。当然呢，这个还是 OK，因为科技股昨天呢还做了这个收盘新高，今天呢有点回落呢都是很正常的。昨天科技股呢增长呢还是肯定是有这个 NVIDIA 的带动呢，昨天呢最后是收盘207.04块，超过200块钱，然后就是冲破了美国的有历史以来的冲破5万个 trillion 的市值的股票。所以今天呢，NVIDIA 呢就有所回落了，现在是报202.97，减1.9%，NVDA 代号。昨天呢是做了这个历史新高212.1毛9啊，所以呢这个利率的走向呢，今天10年公债利率呢都有一点上涨了4.08，涨0.02，所以美元呢都跟着拉升了，美元指数期货现在是报99.327，涨0.31%。中美贸易谈判方面呢，在这个在南韩会面以后呢，双方同意下调部分的关税，放宽这个出口管制，然后还会维持这个稀土的供应，维持1年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跟稀土有关的股票呢，都受大动大涨了。比方说这个 Critical Metals，代号 CRML，13.2毛4，大涨14%。
USA Rare Earth 都曾經漲到21.4塊，大漲6%，代號 USAR 等等。除了美國呢，日本央行呢都有利率的決定，但是維持着這個利率不變的，所以變成日元呢就有點走弱，變成一美元對154塊附近。然後呢，科技財報方面呢，就 Magnificent Seven 就各有升跌 ，Meta 呢就大跌，代號 META 664.01，跌了12%。雖然它財報呢營收是創下這個歷史新高，第三季度，但是呢，他說他要承擔有一筆的160億美元的一次性的支出拖累這個獲利。然後還暗示呢，明年的資本支出呢將會支出明顯增加。然後 Microsoft 的這個報告呢都說它這個 Cloud Service 呢沒有這個達到預期，然後所以 MSFT 都是掉下來了，523.7毛，跌3.3%。相比之下呢，就 Google 就受到這個 AI 他們的 AI Cloud 的業務強勁的成長啊，所以 GOOGL 代號289.3毛，今天漲5.4%，最高呢曾經漲到291.4毛7。好了，現在財經新聞是由華信投資顧問的 William 馮偉的報道。